看基本嘅福气类呢个节目，啊，基本嘅老大家咧小解就冬虫啊个地势咯，系乜解咧？讲嘅是系你身体地图嘅通。通对你来讲非常嘅重要，系你嘅六大嘅应用数之一咯。咁讲老乡亲朋友讲，基本讲嘅通系乜嘅通咧？系两只通，系两只通。两种通咧，你想讲通，讲咧其实叫动态嘅冇強容咧，對你身體嘅影響係動態嘅冇強容。大家都分享你點解？裏邊我分享你點解？啊，應用是王以玲先生分享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王以玲。今晡請翻譯了到大家講了痛，感覺了痛，兩隻冇強容。身體哦，一般來講啊，第一你身法地度是痛。有聽到嘅你們講真的是按到痛，因為你有糖尿病，比如講要按講，好，上時要講按用吼是痛到痛，你會變皮。不過基本嘢咧嚟到鴉片同大家嚟分享就會痛，身體係輕鬆喲，大家就說哈，因為你要用種痛冇強用吼，講一半，其實呢我們需要的是這個糖，不過這個糖係乜嘅糖到底？也係乜解糖咯，先生？那種糖是講，佢係所有嘅糖分嘅總稱啦，哈，是講佢嘛包含呢米字旁呢隻糖，哈，會甜嘅糖，還有會消化嘅澱粉，哈，還你講嘅個纖維，好嘛咧係你多糖類的一種，哈，所以呢糖係一個總稱，哈，你講冇選到係呢精緻糖，所以你是都會甜嘅那種糖，哈，那種糖會甜嘅糖，哈，通常是講你是落去哈，會讓向你嘅血糖。血糖哈要輕重要。其實一般來講就會，簡單來講就會講，我們身體我們現在每天要運動，我們要活動，我們需要的是能量。對，那能量哪裡來的？當然就靠你吃進來的東西，對不對？可是你會吃乜嘅東西可以提供你按用嘅能量，然後熱量也好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們就會吃到按用嘅糖類，所以其實它是一種碳水化合物，對不對？對，像比如五谷根莖啊，要變同大家的分享就會按用你。嘅來源啦，是你講嘅五谷根莖類啦，哈，還有你嘅菜底部杜酒，哈，青菜底部杜酒，枸杞底部杜酒，還你是咧有的餅嘅啦，還有那種糖水啊，底部杜嘛有那的。對，而且經常意思就是講，像按有些糖類，你吃進到你的身體底部之後，它經過分解。對，消化哈，你吸收之後是變到你的血糖，血糖係你直接能量來源啦，像你講法哈，你拿東西全部其實作用到的一種能量是那血糖。血糖嘛，對，有時候會說頭暈、頭拿本、無力、肚子輕搖、肚臍，其實需要的就是像這樣的一個血糖是較大，對，較大嘅意思。不過共同鴉片大家就會提供那我知道了，就是我平常在吃飯的時候就要攝取這樣子的營養，按用給飲用糖類。可是這種糖類的攝取，它又不可以太多。你是講你下糖類哈，佢直接變到你的血糖哈。對。所以你吃飽的時間，你的血糖是會上來哈。你吃飯吃麵哈，你血糖是會上來。上來的時間，你是會刺激胰島素的分泌哈。那胰島素看你是動多糖，其實分泌氫島，氫島是老粒糖轉變咯，其實會攜帶了條糖去你其他的一個器官去運用。冇用它的，用個啥？是變到你講嘅油，所以是聽到糖，唔管係有甜嘅糖啊，係冇甜嘅糖，是聽到全部會變太高。錯，故作吼，一下講起來就係糖的攝取量到達幾多？這邊有一個簡單的圖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其實這個圖老實講就像我們平常吃個麵包啊、胖啊、吃飯啊，它就是我們平常生活的能量來源，對不對？不過就經常講吃太少就會低血糖。對，然後就猛烈，肚子餓，可是吃太多，是不是變到太高？變到輕太高，變成油存在我們的體內，就會變成我們一般來講的脂肪，那種嘅東西。所以其實糖的這個功能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，因為你像學生讀書哈，你低血糖注意力是不集中，你低血糖記憶力嘛較唔好，哈，所以就得考試哈，你嘛就講考試的飲食哈，是講你要準備考試的時間，那種的碳水化合物，那種的糖分嘛要學的。對，一定要一聽錯一聲哈。我說大家就會問啊，先生，跟迄個像你這樣講，我一天一餐裡面，我應該是幾多張拉？我看你就運動嘛。
哦，你就润通，你是做的是较多的哈，是会润透，哈，啊，你无润通的时间，你系统都是会变咯。变皮，嘿，变到皱。一般来讲，像也可以同大家的分享，就是一般来讲，一般的人一餐，一般的人上班族来讲哈，就全是讲，你是那种的饭哈，你分量上面是讲2份呐哈，一份系1/4碗饭哦，哈，所以1碗饭有4份，你2份是做的是半碗，哈，一餐半碗哈，所以就对就对西来来讲。半碗饭可能是唔会饱，嘿，所以你有适度的时间，你是要记得你要去润通，哈，嘿，所以老师请看呀，黑公你是面啊，你做的是1碗面，也还1.5碗的面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黑公你吃超过的话，就绝对要记得要搭配晕通，这样做的，嘿，像安尼什么的哈，是讲晕通量无按太时间哈，是半碗之后嘞，好，像安尼是该三明治做的该吐司，哈，做三明治的吐司，用的是迄半碗饭。哦，还要提醒大家吼，你食咧像你滴了就全部迄淀粉类哈，像地瓜你适度是滴迄淀粉类哈，就得适度唔去到迄淀粉类的东西嘛，要注意像玉米哦，玉米啊，鸡麻酸也系糖类淀粉类哈，番薯，还你讲的莲藕，哈，那种是就等于要准讲了迄菜，都是都会唔相关嘿。其实也做唔得，对不对？做唔得嘿，你含你食饭就是莲藕是变到你的糖分是很多啊，我哋耶，所以古说是啥意思？讲，比如你亚春吃饭的时间，你会知道讲，我做唔得变皮哦，古说我就是1碗饭，但是1碗饭的时间会知道，好像刚刚好。如果我又吃了1大碗公的莲藕，嘿，按你就做唔得，对不对？嘿，金瓜嘛，迄种人金瓜，还有讲芋头、番薯，古说很可以注意吼。其实乡亲朋友唔哋有了解嘛，其实简单讲起来就会糖类系你身体底度清超的营养素之一，你每天一定要有哦。你听说会吃哦，不过又真的是铁豆，好，还有因为很多桶，大家就会有同一只桶。就会混在一起，对，又说，你很爱是桶，又很爱做我们的是桶。我说，那这2个糖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都带有最大的某条系嘛地方。你讲你米字旁的糖，那精制糖嘛，所以给它分子较细，哈，分子较细是讲，不是用眼消化，其实做的吸收，好，所以给吸到去吃食会让向到你的血糖，还你讲有字旁的你淀粉类，像你些饭模是。该番薯哈，第二种的淀粉会经过消化，哈，所以佢唔会一下子让向到你的血糖，佢慢慢的让向的哈，含你油字旁的糖特别度轻度特别度会有纤维，好，那纤维嘛会慢慢释放那种的一个糖分哈，所以会让我们的血糖比较稳定，好，米字旁的糖是会让我们的血糖一下子飙很高，表清高诶，吼，表清高诶。好，古时候太卡就会讲啊，比如讲，迄讲牛嘛个糖尿病啊，吼，就清真理就专门的是爱用给糖，因为爱用给糖，不过爱用给糖，它总是有一点点的好处。一点点的好处是讲那种诶风味的一个增加啦，哈，或者是就到你润通的时间，哈，嘛是都是要血糖降低的时间，是到嘿无关系，哈。因为一般来讲，太高不要讲，他说哎呀，欣赏我这样头好晕哦，哇，好像血糖太低耶，血糖贴大我改善。那欣赏说你现在赶快吃1颗小糖，对，它可以立即的补充你身体跟能量，补充你会知道讲，这是一个优点。还有一个其实有意思的事情呢，就会有时候哈，以前哈，这东西哈，还有某事停啊，就是说妈要会 fighting， 比妈妈讲也不会 fighting， 不用就不用为什么？因为轻甜，因为低度有不用痛。第一种给甜，就唔会白甜。像你腌制像多染多糖，全部会留你的，你讲特别多的水啦，哈，无按多的是看唔会伤骨，哈，所以起码有保存的功效。好，古说有一些防腐的功能嘛，还尤其有意思就会讲，比如我基本你心情唔系清好的时间，他也会讲，你心情还没清好，我让你镇定一点点。古说他家做的什么？是一点点的甜食，这也算对不对？所以你讲甜点那种幸福的甜点嘛，哈，吃到以为心情比较好。那另外一种淀粉类。对你的血清素的分泌嘛，会有帮助啦，哈，所以
痛，唔免讲一天做唔得食哈，还唔讲你食的时间是会限制控制该分量哈，还你适度的时间是自家己会去润痛。真嘅哈，我说哈，今日เรา乡亲朋友来分享的是，你讲糖危机哈，翻译讲糖危机，你身体低度咧，非常重要的是两只汤，不过咧两只汤咧，只是少形容一讲，两只汤其实思想性上讲诶，它空有热量。对，其实有热量，不过它没有营养。可当然有时候系统强大的时候，就得是一点点来感觉，吼，所以大家还会注意哦。不过两种来通道，但还有乜嘅讲咧，还有乜嘅冇強容咧，讓大家來分享，請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就轉來。歡迎走在繞牆道，你家聽眾是翁雨玲先生來到節目地圖，讓大家來分享哦。上堂節目讓大家來分享是你講糖危機，什麼糖危機咧？佢簡單就係講，你家身體地圖有兩大家聽眾屬其中一種當重要嘅是湯，咁個兩種嘅湯嘅大家平常時間嘛嘅冬天嘅湯啊、甜食啊、芥蘭果啊，就係講哇。你講煮風頭湯還是用嘅凍豆嘅湯哈，因為你講米字糖的那個糖，對於你來講呢是有熱量，可是它其實沒有營養。可是我們又不能說它完全沒有功能，比如說你也血統凍大概之間可以偷偷吃一個小小的糖，對它提升你那時候的那個那一些一點點的小能量這樣子。可是經常按講起來到底讀你個生發地圖，到底哪些食物裡面有什麼糖呢？我们糖青豆的食物底部都全部有啦，哈，是讲你挑选看到的食饭啊，些该番薯料的哈，马铃薯料的哈，全部係你講嘅甜分啦，哈，係你講嘅菜香菜底部都嘛有糖分，哈，所以你要請流行一個斷糖飲食，也斷那種嘅米字旁嘅糖，哈，佢唔係斷有字旁嘅糖，所以佢做的是大量嘅青菜，哈，和比較天然嘅像番薯、馬鈴薯料的糖分，哈，和你果汁含有蜂蜜底部都會是會甜。所以底部都會有葡萄糖、果糖，哈，是都會甜的東西，哈。係你講嘅呢種嘅人工果糖，哈，你特別老大家講，哈，你說的飲料底部都種青島那種果糖，特別係冷嘅飲料，冰的，比如說大白天買嘅手搖杯，全部會用到那種嘅玉米糖漿分解的，你高果糖漿啦，哈，佢係果糖。果糖吃到比蔗糖較甜，就會直接用該冷水底部度，所以青島嘅該冷飲，你是嘛該燒仙草蜜啦，你愛玉全部會用那種嘅果糖，但果糖是甜到，因為佢都你食落去唔會變到血糖，都講要到被轉換變到葡萄糖，然後會變到血糖，不然你溶，所以佢血糖都會增加你肝臟的負擔。其實講就是人工果糖嗰啲東西。因為佢就青島嘅研究是講，食那種嘅糖會促使肝發炎，所以那種嘅糖盡量係較比較少吃，會較好啲嘅哈。含你講嘅蔗糖啦，是你常常平常會用的啦，哈，冰糖呀，砂糖啊、無糖啊，用嘅東西。但是講調味、提味，用一點的做得，哈。是痛到的時節，你是講直接變到血糖，哈，你某種體是變到酒，是變到太口，哈，是變你。身體底部都會培養哈，另外看到嘅果糖哈，像果糖、木果糖，像你食的豆類底部都嘛青島啲果糖，係啲果糖較唔會消化，所以你貓老佢講老纖維功能強壯，哈。很適度的時節是會脹氣，你嘅肚臍底部都叫佢產氣啦，就所以可能會脹氣會痛，肚臍痛，所以那食的時間嘛較注意。如果有青島嘅你會講比如說因為是果糖，佢做啲促進腸胃的蠕動，做啲改善便秘嘅問題，這是真的。要慢慢來，你莫講。愛便秘，所以愛啲一下子去痛到，一下子痛到嘅時節哈，唔係我哋肚臍係脹氣，都該會肚臍痛。因為時常幾篇就有啲個案，什麼？對，然後就
有只个案，其实其迄是该木糖醇啦，吼口香糖，因为其迄一个比较焦虑的病人哈，所以因为要食到量薄的口香糖，量薄按度，嘿，所以每次都叫做苏奶糖听听啊。不过伫尾拄就安尼讲的木糖醇哈，那木糖醇迄糖醇类哈，食到安尼这个肠胃嘛会唔消化，所以佢一直拉肚子，所以佢来问我讲营养师，我因为一直拉肚子哈，其实我是问其实都嘛解哈，都没问到讲哦，因为是到量薄的那种木糖醇的口香糖哈，所以就等于对那种的糖醇会较敏感。真嘅，不说还要较注意哈。最后一个有一个就是代糖，对不对？代糖太卡就会讲没有热量。没有热量哈，不过代糖哈，佢对你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影响啦哈，是讲佢对血糖冇影响，不过你食了代糖去都会甜哈，佢对血糖虽然没有影响，不过对大脑的那个作用哈，然后是甜恐容，哈，所以含呢对你的一个像你的那个。对糖的一个需求来讲哈，它反而会造成你会稍微再过是甜的东西。因为一般来讲，比如青冬你想要喝可乐，给时节就会知道说，哎呀，可乐的热量太高了，那我去喝那个零卡的、零卡路里的可乐，因为里面没有热量，大家就可以很安心会吃到说，哎，我就不会变皮。不过你喝起来的时候还是甜甜的。还是甜甜的。通常代糖黑不吸收啦，哈，莫是讲佢吸收唔过热量很低，哈。不过佢对你的话讲对脑部跟我们吃糖的那个作用还很接近啦，哈。很对，唔过你的血糖就冇上来，哈，所以就等于是代糖的时节，就是上的是甜的东西。哦，嗰时候很可以注意哈，唔可以讲代糖就吃到讲，因为佢代糖或者大家就给大量的摄取，其实唔可以按用你。不过健谈讲起来，其实。我们会说，省饭低度给糖类的摄取要注意，可是它其实很多东西要这么的勾溜，例如说像是在蔬果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大家都会觉得说，那我们可以多吃蔬果啊，都是强菜狗自然有糖，里面还是有糖类。你讲的强菜底部的糖哈，大部分是像淀粉，冇是多糖类哈，所以佢对血糖的影响冇安太哈，而注意的果汁哈，果汁底部度就佢大部分的糖的来源是葡萄糖，然后果糖，哈，所以你一些果汁，佢对葡萄糖对你的血糖是会去加影响。那了到嘛就食个案，就食阿嬷家屋卡种该芒果树，哈，就一年太出哈，哈，佢来抽血验血讲该三酸甘油脂300人听过哈，这高诶，是每期饮食哈，冇食到甜的啊，该甜冇加冇食糖啊，冇食糖嘛，饭嘛冇食极多啊，种的肉嘛冇讲清多哈，含。其实讲佢有些水果啊，真每期是嘛该讲是芒果哈，每期是几多，佢讲是一只细面盆按多，要冇食太大宋哈，所以佢应该是，应该是些你洗菜嗰种细面盆，按多，所以你是芒果就假是辣的，就辣的哈。我说要同大家的分享，就会你要是购置给时间，大家不知道，因为我知道哈，给吃东西给时间均衡营养真的是很重要。那个东西是贴头都做唔得，因为大家就会讲，我们每次在节目第一都同大家的分享就会讲，你吃东西给时间哦，你要吃强菜哦。你要是购置哦，重的没有吃哦，哈。那淀粉类你要少吃哦，跟拜都按我讲，我讲你拜天讲有青豆给你们知道讲，你刚会是购置啊，根本也就某会是班啊就是购置。好，结果也不行，结果也不行哈，就是因为高脂低度的糖分的成分冇够嘞，还有就是大家会讲，因为还姜皮，我说我某会吃淀粉，可是也不行，因为淀粉其实其实青葱要形常讲诶，是糖类的来源，对，要青豆饮料某些淀粉啊，哈，某些淀粉不过其实都是。青豆的香菜，哈，你头下讲香菜底部度嘛有糖分，所以佢糖没有完全冇糖分咯，哈，完全没有糖分的时间，你就自会反弹，好，会形成酮酸，哈，你长期什么意思？如果长期不吃，你就等于减肥轻盐嘅哈，其实。
高脂嘛无适，青菜嘛无适，哈，饭嘛唔适，哈，是新肉，高蛋白饮食，哈，按长期下来哈，你身体会产生酮酸，好，那酮酸会经过肾脏代谢，所以会变到油脂会出问题。其实他们讲有青头跟你，他们会有一种叫做断食疗法，就是他们的那种断食就会被用到一个完全不吃油脂类。完全不吃油脂哦，连太太公的坚果给它抹生哦，然后呢，也就是只有吃青菜、抢菜同一些购质，然后中午的是淀粉，一个礼拜完全中午的是淀粉。你吃到按用按用的迄蛋白质摄取唔拉啦，短时间做等哈，长时间你的内脏底部都嘛需要蛋白质，还你某些都足够的蛋白质，你会贫血，你的抵抗力会变。那如果吃蛋？吃蛋做等哈，然后是鸡胸肉，另外再补充蛋白质，会掉头发哦，掉头发，大家比较在意这个会掉头发哈，会掉头发，会掉头发。如果没有摄取足够的蛋白质，我说哈，其实同太高的更多按度就会本太高的了解哈。其实平常时你吃个东西低度，不论你还是饭呀或是面呀或黑中午的吃，那些都是还有他们一定有的营养素在里面。我们就会你要怎么样来摄取足量，好，不要说过量，对。然后更多鸦片太高可能有发现，还有一种东西很会尽量不会吃，那就是米字边的糖，真的不要吃。好，所以现在大家流行断糖饮食，就是断那个糖。掉米字旁饮食，个米字旁的糖血糖度哈，其实会造成我们的慢性发炎啊，身体底部都有慢性发炎，但是。中医讲的上火啦，发炎是一般讲的腹气会较大哈，所以啲甜的模式哈，唔过你好食甜讲个啥哈？你会先建议补充乳酸菌，先建议补充乳酸菌来取代，先。整理肠子里面的那个细菌啊，好菌多，坏菌少。细节哈，你会依赖甜食的程度是会比较低，因为你的坏菌好食甜，所以某些是讲某一些按到糖的细节，你做的先从补充乳酸菌开始。好，乡亲朋友哈，我们讲难面对你个生脉地图总系要用到糖啊，比如你做孔药要用到糖哦，比如一些糖嘛，还有可能它到底用面是袂好控起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咱再来。今日东方伊昨天绕墙头，因为眼睛重视来到节目地图，让大家来讨论哦。你身法地图改通两件事情，不过可能多改东西，乡亲朋友会起头讲，哇，你讲到按都改自行来根本记不起来。可是我觉得，俺起头是一在动从了改灌钱，嘛改灌钱的是通两件事情，对你改身法地图非常的重要。大家抬尬量还吃东西就是均衡、均分体重了，什么东西都要吃，但什么东西都不能过量，那也不可以不吃。有很多人会说，俺莫洗的啊。因为爱港批，因为我有三高的问题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运动是个意思谁讲，其实很多东西都有很重要的营养素来源。可是有一个东西真的不要吃，那就是这个你要在通警是不要吃，对不对？可是多了问水问信上啦，老师你就问老师啊，我发问了信上，唔过吼。可能本身就有一些高血糖的问题呀，吼，也是讲平常时个血糖唔是讲轻问题，有时候会有轻高诶，也还有铁带诶，对不对？还是有按勇的状态跟这样的体质，到底我要怎么样吃，我才可以帮我的血糖注意哦，黑血糖哦，这里看问题。你是讲你就是血糖会轻高，就是血糖就讲都是要。会发抖啦，会发脾气啦，然后按有低血糖的状况，你会出现的时间，你特别那种甜的糖一天中的是，因为会恶化你一个胰岛素的一个作用。真的吗？哪一巴豆公黑公，我现在很激动的时候，我要血糖清淡的时间，我赶快来补充甜食。急救的时间，平常时，莫些
平常是，你是讲而系列种的稳定血糖的一家食物啦哈，所以你馅的东西哈，可能就是淀粉类唔按多的哈，有的蛋白质，有的纤维的哈，也是做得让你的血糖较平稳的喂。对，顾总哦，亚萍老师有帮我们介绍有5个食材，有5种我可以食材，比如讲第一个是酪梨，对，酪梨，你讲给酒，其实给係果汁，係油，第八度你食酪梨的時節，唔會感覺糖會甜，哈，因為第八度嘅個脂肪酸哈較多哈，呢種嘅加維他命 E 嘛較多，所以佢對你嘅一個發炎反應清好，好，呢種嘅油對你嘅身體嘅一個發炎抗發炎嘅一個效果清好哈，含第八度嘛有呢種嘅纖維哈，所以對血糖嘅一個穩定嘛會較好，佢唔會讓向到血糖哈，不過要特別注意是講你適量同取。是差不多5cc 油脂的一個熱量，估計你嘅油脂係輕度嘅，熱量要注意啦哈。有時你是食半隻，你是熱量是會較高的。有，因為亞下酪梨吼，其實酪梨大家會知道，你去攞杯你吃東西嘅時間，你會同店家講，老闆給我一杯酪梨牛奶，你話唔會按我講嘛吼，酪梨牛奶。先生，該就會注意哦，你要看入邊係幾多嘅酪梨加牛奶，其實佢嘅熱量係真高嘅，按鹽酸健康嘅，有的酪梨牛奶就會讓你不用做布丁，啊，所以千萬要留佢講愛莫用布丁。唔過時常佢會講愛點酪梨牛奶就會是個布丁，按用清後是，因為大家會知道講，有時候哈很多要他青島嘅上班族拿一杯按用嘅飲料嘅時間，你會同佢來分享講，你按用是真的係做唔對？不會，這個很營養，你看底度有酪梨有牛奶。然後又有一個布丁，對不對？可是不行的，對，鐵道誒，鐵道，熱量是較多，較高啦哈。所以你是單純酪梨加牛奶哈，冇不用糖是做的。你講的是個牛奶哈，有乳糖哈。呢種嘅糖嘛甜甜，哈，所以你食牛奶呢東西嘅時間嘛會甜甜，是唔是做不用糖？所以你喝咖啡嘅時間冇不用糖，是不用牛奶嘛會就都甜哎。每次你就會按用清有意思，哎，我喝咖啡不會胖，唔會皮，因為可是你放好多糖，按用就做唔對，還有不用奶精嘛做唔對，哈，所以要加鮮奶哈。含了櫻桃嘛係哈，那種花青素含有你講嘅鐵質哈，含有加糖分冇按多啦。不過其實購置嘅東西是講你還會適量，分量會控制哈。含了奇亞籽那種誒是那種纖維，除了奇亞籽之外，你食的該種誒洋車前子那種嘛係水溶性纖維哈，對你的排便有幫助。那種嘅纖維對血糖的平穩嘛有幫助，所以你要食你山粉圓，這本土的哈，山粉圓嘛，請哈，每一天講我吃到奇亞籽嚟哈，含量醋哈，食到醋哈，特別是講你食飯前，你開胃一個飲料就得會一小杯醋哈，那醋會讓你的胃變成酸性的環境哈，那你的澱粉的消化是會比較慢，哈，會延緩澱粉的一個分解。最後一個我最驚訝的雞蛋給亂。其實蛋白質，有許多蛋白質的時間哈，你的血糖影響血糖的一個速度是唔會按壓，唔會按壓哈。哇，老師真的是說得很清楚哈，大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。不過先從有3個糖在這邊有同大家紹介一下，因為其實你前面嘅媽媽喺講你煮飯的時間，或是你煮甜點的時候，一定會用到現場那個糖。我們有砂糖、無糖啊、冰糖，現場這3個糖。還是有一些不同的功能，就是它製作的純化的程度嘛，是。不過一般來講，大家會講黑糖比較好，黑糖營養價值會比較高一點，因為底部都有的礦物質。不過時常大家會講黑糖係咪越黑越好？有按會講法嗎？黑糖的顏色老給比用的糖蜜啦，有關係啦。那糖蜜是給它礦物質來源哈，其實大概就是一個深咖啡色是就可以做的，對哈，因為它是一個天然提煉的嘛，對不對？不用額外再加啦，有的會講額外再加糖蜜，其實會較補啦。較補，其實你是按用給食就差不多的，錯嘛？還有冰糖，一般來講，爸爸媽媽會講，有時候家裡滷肉的時候會放一點點的冰糖。白砂糖
然后冰糖掺豆，哈，是讲。其迄较无杂质，比较不会影响其他食物的风味，哈。是，所以你煮菜喜欢用那种冰糖或是白砂糖。不过就得有东西，比如2号砂比较好吃。你看，经常讲给师姐自己有一点偷偷笑，有没有？那可能不是。最好，不过较好食。很多我们传统古早味全部会用来2号的砂糖，就是有点黄色的那种黄砂糖啦。对。不过是讲你就是你系列东西都是吃风味时候，不是吃到饱哈，所以莫选安多。对，顾总哈，其实听众同大家的朋友就会，我问老师一个问题，老师可是有时候会忍不住吃巧克力啊，靠 candy 啊，老师就说周得啊，你周得吃靠 candy， 可是要吃100%，100%。你减肥的时间，因为抑制食欲做得用啦哈。一般来讲，你黑巧克力大概75%以上哈，不用得有糖，微微的甜。其实这巧克力籽哈，你仔细去品尝它的味道，到后面会转甜。冇不用糖的时间，100%巧苦你。多啊，吃到去系富的，哈，对，每是会转甜嘿。不过总言之啦，健康公园就会同大家的朋友不可以吃糖，就会其实健康公园就会你尽量少吃，真的尽量少吃糖，因为糖真的会慢慢的或是。对我们身体的那种直接也好、间接也好，其实样用很青苔。好，我们讲节目最后我要跟大家来补充哈，最后的补充就会按用给桶黑青葱油给哈，按用给桶就青油抹一些。不过还有就是刚才同跟大家分享到的洛梨哈，洛梨亚跟师傅真的它其实是一种油脂类的东西，对于你的身体很清好嘅。不过讲来讲去，含黑种的过量，对不对？哈，因为你就吃，比如说半颗半炸就半炸，你是洛梨你是没坚果。痛下些，甚至会痛到，这真的很重要。还你煮出来的油是冇按到，煮出来的油就冇按到。好，跟你若你就是多食的也是做的。因为其实清甜的嘅油，好，清好的油，清好嘅油，好，所以有些朋友哈，我们对肯定基本嘅节目有好了解冇？其实你嘅食你食嘅东西地度嘅，听说要冻到嘅汤，嗰種嘅湯咧係好嘅湯，係創落嘅湯。咁個係講食到要凍香，嗰種嘅湯是清涼嘅少食咯。希望大家基本嘅生活凍到好節目到了。大家天天欣賞，你做人同流，謝謝老師，謝謝。